3号下午来到台南的钓案百会，会使看到有真侪民众聚集做伙。这其实是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甲网红凤梨叔叔共同举办的行销往来活动，透过凤梨叔叔的高人气来推广台湾的往来，也希望粉丝会使用行动来支持，同时也响应市长黄伟哲的南高屏合作。最主要是就是我们台南市党部有发新闻说，我们现在正在帮台南市的农民卖凤梨嘛。然后凤梨叔叔他看到，他觉得很感动，因为最近马龙会行销凤梨，所以他就特别跟我们联系说他要来力挺我们。那就是因为他现在很多朋友喜欢他，他就说那办一场活动，他来帮我们销售凤梨。那所以才1天的时间，我们就赶紧很快速的准备起来，因为就是很赶，但是很匆促，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在他刚好可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赶快来举办这一场活动，大力的把这个推销凤梨的节奏抓的更连续一点哈，不要让这个热度过去。那趁这个时间，农民正在农忙的时候，赶快帮他们边种边摘，我们就边销售这样子，把它卖光这样子。因为刚好我有一个不错的兄长，一个长辈，我有一个长辈跟那个柳营靶场的那个勋哥交情很好。然后所以他就委托我说，今天因为这个勋哥他蛮支持说我们台南这边的这个果农，然后想说可以借由今天这个机会，然后到这边来，然后帮忙一下。那因为我的族群有些很多是年轻朋友，然后希望说，大家可以注重到说这个议题，最近在台湾比较火热这个议题，然后可以帮上一点微薄之力这样子。除了现场卖100箱的往来以外，也将会陆续来行销总共1600箱的往来。现场也规划拍卡着送1粒往来甲试吃的活动。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也呼吁市民爱支持台湾的农特产品。台南新闻郭博义、何乔邦采访报道。